中文圖地產傾幾少諗啊！今日介紹俾大家嘅呢套咧就係95平方嘅3房1衛電梯高層，最緊要呢個 view 咧，你啱唔啱咧？呢個係非常之舒服㗎。呢個空間咧係180度啊，無遮擋視嘅，望住我哋後山呢個水庫啊，冇遮擋，以後都後期都唔會起樓嘅基本上，所以整體一個採光效果。最緊要呢個單位啊，佢係南北通透，呢邊係朝北向嘅露台，我哋朝南向呢邊咧。整體一開窗咧係非常之對流嘅，OK 啊！呢個哇通風效果真係我都唔願意走啊！呢邊朝南向望住小區入邊，整體非常之靚仔啊！呢個單位就95個平方，即係大概係960尺度使用。有一個缺點就係而家係3房1衛嘅狀態啊，得一個衛生間。呢邊係我哋嗰個入戶口。因為呢個單位咧，佢呢個係冇弱電房呢邊，所以整體呢個可以封窗咗，封咗起身。呢邊可以放鞋櫃，整體係當入戶使用㗎。呢邊廚房空間，你睇睇，整體 L 字型啊，呢邊放雙面冰箱都冇問題。整體個實用空間 OK 嘅，因為2010年嘅一個樓齡，呢邊生活露台咧涼曬區，到時候就唔會話太大風會將啲衫吹走咯。如果你放主露台，哇，真係一下就幫你吹走晒飛晒啦。而家我哋呢個工位嘅空間咧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嚇，呢邊做咗玻璃趟門㗎啦。整體一個採光效果都係非常靚仔。而家你睇到呢個視頻啊，個採光個燈咧係冇開嘅，整體都而家係中午個11點零鐘，整體非常之靚仔。再睇翻呢個 view 咧，你坐喺沙發度咧都係望翻我哋整體一個空間視野都係非常之舒服㗎嚇。而家我哋而家總價 total 搞掂都係唔使70，唔到70㗎。睇睇房間，呢邊有2間房都係朝南向，呢個客房而家呢啲家私咧都係新㗎啦，牆冇入過，所以你可以睇得出有冇漏水，係非常之容易睇㗎。呢邊朝南向，基本3間房間都係落地窗嘅一個佈局。呢間客房望住水庫，哇，夠晒安靜啊！而家綠色滿園啊！主人房呢邊南北通透對流窗。呢個窗就相對細少少啦，但係都有開窗好通風啊！依家放住2米一個大床，2米乘2米㗎，整體個空間咁放衣櫃梳妝台就比較問水啲，有床頭櫃。呢邊朝正南向，而家我哋總數 total 咧係唔到70，60零個可以上車。有興趣帶嚟睇睇呢套電梯單位。